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願耶穌嘅光照耀你哋嘅心。今日嘅經文係喺加拉太書1章21到24節，段經文係咁樣講嘅：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，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，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，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，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。願神祝福聽佢話語嘅人。保羅喺呢度嘅生命有咗180度大轉變，佢特別澄清咗一件事，就係呢啲轉變呢係同人無關嘅，唔係咩使徒叫佢去傳福音，亦都唔係有猶太背景嘅基督教教會影響佢，更加唔係佢自己想去傳福音，所以佢就舉咗呢啲例子，然後等佢嘅讀者知道佢完全係因為領受咗神先至有咁樣嘅一個使命。我哋諗下喺我哋生命入面都有唔同階段，我哋會被唔同嘅嘢影響，而產生咗唔同嘅使命，可能係我哋父母嘅期望，或者係我哋想為咗另一半去滿足佢哋，所以可能又有一個新嘅使命。再嚟，如果有咗細路，可能我哋亦會為咗細路喺我哋生命入面有唔一樣嘅使命。咁好多人入到中年會開始好認真咁諗一個問題，因為我哋都要經歷結婚生仔啊，然後到最後發現，咦，我自己喺邊度？我需要啲咩？就開始見到原來我要為我自己而活。中年好多人都係咁。我上個禮拜日教會完咗去買菜嗰陣，遇到一個亦都係主內嘅姊妹喺另一個教會嘅，佢就同我分享，佢公司又俾咗個安息月佢，所以佢可以休息幾個月。我就問佢休息完之後你感覺點？佢話休息完之後佢覺得自己都唔想再返工啦，真係太攰啦。佢就喺度諗緊一件事，佢要點樣去過一個更有意義嘅人生下半場。而佢其中一個決定呢，就係開始參與教會嘅服侍。佢想做啲有意義嘅嘢，而呢樣嘢亦都有科學根據嘅。當我哋能夠給予付出嘅時候，其實我哋自己係更快樂㗎。因為當我哋能夠付出嗰陣，唔單止證明我哋有能力，而且亦證明咗事情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嘅。而呢種控制呢，唔係嗰種負面嘅控制，唔係嗰種情緒操控，唔會令你因為得唔到就嬲。呢種付出呢，係你心甘情願嘅付出，無條件嘅給予。而喺呢個過程入面，其實你得到嘅情緒價值係好高嘅。你睇你自己都係會有好嘅睇法。人哋睇你咁樣無私咁付出，能夠去給予，做對人有益嘅事，其實人哋對你嘅評價都會好，亦都幫助到我哋嘅靈性呀、心靈健康呀，甚至係人際關係都有一個好好嘅進步。咁呢段經文其實我哋都見到喺耶路撒冷嘅眾教會，亦都係為咗保羅將榮耀歸俾神。所以保羅呢，佢呢個180度嘅生命轉變，仲吸納咗一啲粉絲，而呢啲粉絲呢，原本仲係好討厭佢嘅人，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睇小。當我哋嘅使命呢，追隨嘅設定嘅目標係一個榮耀神嘅方向，係行喺神心意入面嘅時候，你會收穫到你冇諗過嘅嘢，可能係財富，可能係健康，可能係人際關係，可能係你連諗都冇諗過嘅事，我哋都一齊去經歷佢。弟兄姊妹們，當然我哋唔係話要即刻出去宣教，但喺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都可以去領受神，然後感受到佢嘅心意，然後同佢同行，可以由好細碎嘅一件事開始，又識得感恩，又識得付出，開始做起。等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獻上感謝讚美，多謝主你嘅話語提醒我哋嘅生命係可以有180度嘅轉變，而嗰個就只有你，只有神你自己。
只有耶穌嘅愛，嗰份福音嘅力量，能夠等我哋人有一個180度嘅轉變。而呢種轉變呢，仲可以將榮耀歸俾神。我哋多謝主，等我哋有呢個福分嚟服侍你，亦求主你釋放我哋弟兄姊妹，等佢哋有能力去為主你嘅福音工作，繼續去愛人，去付出。聽我哋咁樣同心合一嘅禱告，係奉耶穌嘅名，阿們。